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韩国的梨泰院事件，梨泰院事件无离外远，现不现台北一粒大大卵，一粒不到众人惊众人问，敢通好日期好好啊算？这个问题定定塔塔真加骨，明明3栋变5栋。 偏偏英环呢，英雄一讲，伊法定有稳准，但是电脑的模拟避免呢互相的议论啊，到底是跑会行，还是跑袂行，还是有人意志坚定要补这粒卵？梨泰院这个悲剧安怎来避免？今仔日来讨论。 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前行政院防災防中心的主任陳良全陳教授。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呢，也是咱的律師，同時間還有土木技術的資格的陳金峰陳律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呢，是咱逢甲大學的副教授李克聰李副教授。大家好。 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是安怎，大家又过来讲起这个大巨蛋吼，大巨蛋。讲到大巨蛋的公安，就是因为韩国的梨泰院发生了人打人的意外，死了100几个人，引发着大家来关注讲，大巨蛋唔是年底，还是明年初就要来开始来营运。于是大家就来问过台北市长郭文哲，伊表示伊对着大巨蛋有信心。 但是台北市的前都发局的局长林周明，伊是讲大巨蛋的防灾比这个破烂的这个电脑模拟呢是假上通过，到底是安怎？到底来看卖。 韓國梨泰院發生156人死亡燒下體意外，也引起民眾思考：咱台灣敢有適當的防災措施來避免大型群眾活動發生意外的時陣，引起人客人的意外甲災難。真濟人頭一個想到的，就是明年過年就要完工，6月要開始試營運的台北大巨蛋。 針對外界關心的大巨蛋發生意外時會造成問題，台北市長郭文哲表示，這攏有標準的 SOP， 伊對大巨蛋有信心。一開始絕對不可以做那個最大規模，一定要壓力測試，一步一步上來。這個標準 SOP 的，有信心嗎？有啦，大巨蛋，我是有信心的。 不離個吵吵鬧鬧超過10多棟的大巨蛋，頂個月台北市長郭文哲閣咧為着大巨蛋的風火避難審查，甲內政部的原價申請過了，拿到同意書才來台北市政府再申請那個建造變更。我們如果派很多人去才是奇怪，你知道？就變成我們在護航要幹什麼？你要擋就勇敢地說你要擋就好，何必再解釋來解釋去的？為什麼台北市政府一直是站在遠雄公司的角度？ 在說話，而不是站在一個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或建管主管機關的立場在要求。另外，台北市前都發局長林周明也針對3棟前通過的大巨蛋都審提出質疑。伊表示，大巨蛋防災避難電腦模擬超工迴避2項重要參數設定，才會當假上通過。伊嘛要求要參選台北市長的候選人，要針對這個議題說明立場。我想，我們對於未來相關公共建物的安全審查，這個容留人數，我們都要用最嚴格的標準來確保相關的公共安全。大巨蛋大家所關心的一個火災、一個交維的問題，那這兩個在火災的安全防護裡面，我想內政部現在積極在審查。對這個人數跟相關逃生避難，在這5年停工的變更設計的審查裡面，都已經完成了。 大巨蛋起11棟過程風風雨雨，閣發生官商勾結弊案，真無簡單。明年就要上路開幕，不管是看野球、聽演唱會，也是辦公、踅街看電影，民眾關心的，就是希望作為 BOT 伙伴，甲主管機關的台北市政府主事者，會當監督建商，予大家一個安全舒適的大巨蛋。記者綜合報道。事實上啊，咱看到他在這個影帶吼。 這影帶不止遐長，但是對着一般的民眾來講哦，其實還佫沙無漲，
佮唔知影讲这大鸡蛋到底是安怎？内面点着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呢风灾啊，火灾地动的时阵风灾；第二个是交通维持，吼、所以咱今仔现场的来宾就请了一个这个交通的专家，啊，一个风灾哦灾防中心的咱的主任，吼、啊，佮对着客户的这个精神，咱安怎来看？请着陈金峰律师。但是咱来看吼。这4位这个候选人，其实还有真侪位咧关心啦吼。咱大约小来看一下哦。苏安迪，伊讲我重视，大家都一定要重视的嘛，即摆选举嘛吼，重视必要的审查哦，袂使欠缺哦，这是头一个。黄宣传就讲啊，伊讲哦，我著审查已经对13万人减到5万人啊，哦，我已经有做了我的责任。大鸡蛋是以公共安全为第一优先。如果外界呢质疑其中有任何的弊端，应该向检调来检举。事实上已经有人互判刑去啊！哦，咱也知哦啊。蒋万安呢？伊讲摆脱政治，咱今日要讨论就是摆脱政治，来尽速回归到专业审查。所以咱请到真侪专家来到现场。那么第4位呢，就是陈时中，伊讲哦，保证安全，体育优先，哦，公布档案。哦，这公布档案就是过去的会议记录，但是咱会请着讲吼，咱的这个主任吼，咱老师这7点，就是当初时你开会的时阵，吼，应该小可感性来提出来，你甲咱初步甲咱观众朋友出来解说一下，这7点如何是安怎重要？好，我想是安尼啦吼，因为头拄你讲就是咧安全的问题，安全问题。有几啊种，一种是火灾的是安全，也是讲发生什么代志的是人要处理的安全。所以伫迄阵啊，你检讨这个问题时，就为这个观点爱去这个讨论啦。人要安怎离开？嘿，所以人偌久会当离开迄个所在。所以才有写讲8分钟专员离开观众席。8分钟离开伊的观众席，就是伊迄个伊坐的所在爱离开，因为。足侪所在用做伊啊，你若无离开，你就无法度移动吼。所以你都要离开迄个所在。15分是爱去到外口迄个所在。去到门骹口，还是去到什么所在？迄个15分是到门骹口尔。到门骹口尔，大家要注意哦。到门骹口尔，到门口啊。啊，门口出去就是外口嘛吼。啊，外口无限伫即内底。哦，啊，佫无描写吼。啊，过来就是。速度要用偌济，这是一个普通啦吼，就是用普通咱人的速度。但是迄个速度要安怎去算，迄嘛是一个问题。你若讲像你安尼少年的足紧的，但是若有少年人，也是有囡仔，也是有老人，甚至有咱个身躯无足顺势的人，安尼是速度会较慢。所以一般袂使摕足悬的数字。老师啊，这是1.2公尺。这是较平均讲，大家人，大家算算，嘿，吼平均，毋是讲足紧，吼。啊，过来就是你都爱实在要导生的是，迄个模拟，头拄你讲，有一个模式，要算的是，伊足侪参数，袂使，比如讲，袂使甲人拢算作足用的，啊，大家走足紧的，啊，都爱用较实在。大家拢机器人。哎，对，安尼袂使，你都爱照一般实在，有个人较慢，有个人较紧。啊，有个所在会挖，啊，你迄拢爱甲想伫迄内底，甲会当落去做。所以后面也有写讲后落状况，讲哦出口无关闭，即种状况。啊，都爱落即种状况。对，所以袂使足完整的讲哦，足好的一条件，因为尤其是你若地动的时，无得个电话嘛拢暗去。因为破损去啊。所以你都爱有迄个实在的状况。过来就是。因为今火，这大家较了解，就是至少30分钟，会叫做耐燃，然后迄就袂叫烧去。因为这30分钟就是要这咱一般人较知。过来，迄个室内室外的时候，有一寡要救灾的人吼，伊袂当甲咱的人冲突啊。爱有骹路啊。爱有骹路，对，你讲骹路，所以要。看伫，尤其伫外口要来甲你救的人，你爱留骹路。像即摆梨泰院就是安尼，无骹路。啊，伊都无法度入去啊。看人啊，读啊安尼，那双手。对，所以迄个用安尼做条件，就是伫迄个大巨蛋的边啊，爱留差不多8公尺，迄是因消防单位讲的。
安尼伊的消防车、伊的救援人员到我度作业。但是老师，你讲的八公尺都要排除人的人数，会排除八公尺。对，就是迄个所在爱甲扣掉，袂使做避难的空间啦。你若安尼落，迄个所在人拢伫遐，你就无度作业嘛。变成乡庭使用。对，所以这个就要扣掉8公尺，啊，迄个球的边啊8公尺，应该有法度作业。哦，是，啊，过来这个疏散的空间密度会当移动1平方公尺。对，这个是安尼啦吼，因为普通咱1平方公尺，那3个人的时吼，要大概要会叮当啦。啊，那4个人的时，微定定啊，4个人就超袂叮当啦。啊，像这边韩国的，因讲1公尺甲6、7个以上人，甚至就互压起来。啊，迄压起来。嘿，所以迄款人拢是无正常，所以时阵用3个人，就是讲3个人是要至少要会叮当，你出去到外口要会叮当。你若比迄像阮像讲，伊讲4个人就超袂叮当。咱普通伫电车内底，迄人拢真正袂叮当，迄差不多6个到7个。哦，所以3个人是要互人。哦，这种感觉。嘿。哦，啊，这地下停车空间。啊，这个较复杂，因为即摆足侪人毋知，就是伊内底下骹足侪停车空间啦，吼。那看迄个图了知，伊规个拢连条咧。啊，伊伫遐一个点要去甲伊会当处理的所在，伊个本来设计超140啊240公尺，但是若发生火灾的时，走无较袂去，所以迄阵你讲上界无你60公尺都，啊你点处理，还有一个门，爱当互你处理，不管门啊啥你爱会当处理，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一寡标准，哦，安尼才会当确保迄个所在的安全性。老师，恁这个标准是因为参照着世界各国过去的经验所来写出来？对，是安尼啦，但是阮上就比如讲迄个三个也要4个吼。伊就感觉3个伤过严啦，哦，啊，你应该4个安尼啦。甲你画拍拉件。迄算因的设计安尼就对啦。哈，啊，因提出的证据是世界各国也有这种前例伫的。定着这有面前的，因为迄足侪拢是算的标准啦。哈，啊，看你是徛伫对来，因为咱是要确保大众的安全。所以老师，咱问到对，这种标准，这其实毋是法律。有的是法律，有的毋是法律。有的毋是法律。因为咱的法规的规定也无安全，这是一个问题。哦，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要听好清楚哦，吼，这件代志是安全定定踏踏才加紧，吼，头一个，咱的法律还阁无完全，吼。对，咱基本吼，咱台湾的建筑物吼，一般叫做建筑技术规则，有规定一寡建筑几百条咧吼，足侪。但是迄款的建筑物吼是拢较一般，比如讲是主体也是办公室。但是这款的遮大的无这个规范，所以咱就用叫做性能审查去做安尼吼。性能审查，性能审查。审查，迄就是委员会大家讨论，看你安尼会使袂使，你会当做甲迄个性能。讲白就是我拍拉件的意思。会当安尼讲，会当讲伊的迄个性能有达甲迄个标准无安尼啦。是，这是安尼讲，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搁较大，就是这球的外口的所在，咱无规定啦，完全无规定。咱有一寡什物，大家会当讲，但是无写法规。比如讲外口一个1公尺平方会当几个人，迄无写甲迄个规定。啊，车辆要安怎疏散拢无啦。迄无写甲迄个，所以像迄个救灾，迄就是消防组的人、消防局的人。因伫伊的经验内底，因希望安尼来迄落。哇，啊，这就是无法调、无法令吼，啊，有这个审查，但是就变做安尼定踏踏，问题就真加紧啦，吼。啊，所以就是有足侪迄个对啊，你画拍拉件的所在啦，吼。是。因为你若法规有写清楚，迄就较简单。但是迄个性能会当达到遐无？伊会当讲我要走较紧，啊，伊会当讲你袂使安尼做啊，吼。所以较大的问题是，咱的审查应该爱搁较完整的，爱搁较完整吼。即我来问，头仔就讲到交通，我要来请教着李教授吼。头仔拢讲的建筑物啦，吼，15分钟啦，8分钟啦，但是即摆外口位吼，咱就平常时就知影，
忠孝东路甲光复南路，吼，你若毋是台北的即个听众还是观众吼，你我讲互你听，这就是基隆路，吼，啊，甲即个忠孝东路国父纪念馆，啊，甲即个光复南路，啊，后面就是市民大道，迄就是全台北市，吼，上密集以及下班上班的时阵哦，拢会塞车的所在。这个交通的维持，甚至若发生了大代志，李教授你的看法？首先哈，我觉得一定要提一个完整的交通维持计划哦。那现在我们的规定都是只到馆内，那但是问题发生最严重的可能就是界面的问题。它出了馆外之后呢，怎么样去做疏散？比如说我们附近有个国父纪念馆的捷运站哦，但是它的除人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将来如果你出去之后，可不可以顺利的用捷运去做疏散？如果没办法顺利疏散的话呢，它就会回堵回来到馆内，这个才是最严重的可能的发生的最坏的情境的问题啊。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刚才有讲到说每平方米可以容纳多少人哈，我们以捷运为例了哈，它通常是用不同的服务水准来定它可以容纳多少人。一般来讲，每平方米它可以容纳6个人，在尖峰的时候哈。可是呢，如果在尖峰容纳1平方米容纳6个人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灾害，它是没有办法顺利的移动的。但是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通常用服务水准来定义它每平方米可以容纳多少人，它没有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去看啊。那这个平常都没有问题哦。你看我们每次挤捷运的话，只是觉得不舒服，对，卡卡啊。但是如果发生了灾难，需要去往外疏散的时候呢，那个就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大巨蛋也同样面临。所以老师，你的讲法就是讲，平常时服务水准吼，咱无代志的时阵，无代无志，拢对6个人 OK 啦。但是这个标准要哪定？3个人，还是5个人，还是4个人？会变做讲大家吼，委员之间大家有共识，啊嘛爱婉详爱同意讲，我就是4个人。这种时阵，那恁通常面对的，恁拢安怎甲说服讲袂使？你就要标准较悬。我们通常讲风险管理哈，一定要有一个最坏情境的风险管理的机制。哦，老师讲的重点。对，那如果最坏的情境是怎么样哈？其实我们看大巨蛋哈，我这边特别去提一下这个大型活动的风险管理，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哈。我们最完整的风险管理的机制要有风险辨识、风险的评估，然后风险的预防，最后是风险的控制哈。那我们风险通常就是发生的事件的频率乘上它严重的程度了啊。那有的是频率发生的低，一发生就很严重，像空难哦，类似这样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按照过往的经验去预估它的风险，它去辨识它的风险跟它的评估。那我们可以参考的经验很多啦，八仙乐园那个尘爆的事件嘛哈，它在救难疏散的路线，然后呢，梨泰院我们刚刚发生过的，就是一个极端的事件哦，推挤之下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混乱哦。那另外我们还有2个体育馆的可以参考的事件哈，就是在2005哈，也是南韩的上周的音乐会，它是在体育馆里面办音乐会，后来就产生践踏啊踩踏的这个严重的事故。还有最近的啊，今年的这个印尼哈坎朱鲁汉也是在体育馆，它也有踩踏的事故，这些都是一个风险需要去做辨识的哈。然后呢，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哈，风险如果能够去做辨识评估，也有预防的机制。但是我们在风险控制的情况下，一定要用最坏的情境，爱用上歹的拍算啊。最坏就是我举个例来讲，大巨蛋最坏的情境就是有人为制造混乱，那所有的群众开始慌乱，然后他怎么样去做疏散避难，那这个就是最坏的情境。这就是讲到讲，进前这个前都发局的局长吼林周明，伊就讲，伊讲我落这个参数就是。Impatience on 就是大家完全无啥，吼啊 familiarity 完全 off， 完全无啥啊，而且拢无耐心，哦上极端。结果市政府讲是讲啊，因为这个电脑跑袂叮当，吼还无优化，啊事实上啊应该是会当跑会完。老师，这看起来敢是正常的代志，还是这中间有啥物？其他的失角差的所在，咱看到这个局长啊，伊就一直讲这导升的方向的熟悉度吼，讲熟悉是 local familiarity on，
就每一个人拢熟悉，但是随上也问哦，咱譬如讲咱3位，咱伫点样病内面，咱就唔知影讲咱的喷水头伫倒位，吼，稻生的即个出口免讲恁啦，我嘛唔知。阮逐工伫遮，我嘛唔知。那免讲咱去甲即个大鸡蛋，咱3有50啊，加减去1摆啊，咱哪有可能哩？所以伊落即个参数，就譬如讲，头头老师所讲，一定上极端的爱落去参即个参数啊，是毋是安尼讲？本来伫管理上，头拄啊李教授讲，我是足同意的啦。就是你做风险管理的人吼，一定是甲迄个上界歹的做上界迄落的啦。所以你头头你讲，像咱讲，迄个人你设定一定是无熟的所在，啥人无熟？因为我一遍尔，一世人去2遍，啊，我一定袂熟的。所以伊袂使讲我对迄个所在是熟的，甚至无条外国人伊含字都看无，你甲话讲叫伊走，伊嘛听无，所以就迄个上歹的。所以迄个林局长你讲就是啊，就是讲你要选对一个，因为迄个软体内底有会当互你选嘛。啊，你袂使选迄个讲，足好走，还是讲大家拢足熟的，迄含原来的头拄你讲的现实的状况是袂好势。啊，这个情形吼，就是发生讲，因为也无法令，也无白纸黑字讲一定要安怎如此这般。这我来请教着律师吼，咱看到这婉雄，伊在自头到尾，伊拢踏着这个契约顶头来行，吼，讲我要安怎，甚至伊也讲，那这个台北市长吼，柯文哲伊也甲讲啊，伊讲哦，恁就伤贪心。哦，伤贪心，3栋变5栋，才会起到安尼寥寥小小，无法度拄着风灾的，被这劈烂的啦，啥物有诶无？你无你早就起完啦。但是对着婉雄来讲，我拢比较着一般的这法令来做啊，其他法令也无规定，我已经做的比法令更较济啊。拄着这种代志，这个契约内面安怎写，伊就叫安尼，这代志要安怎来处理？应该是这样讲啦。就这个大巨蛋这个案子，对不对哈？市政府呢，在这个契约里，它其实有2个角色，它一个是这个契约的对方嘛，对不对？甲方啦。对哦。啊，另外一个它是建筑主管机关，对不对哈？啊，起码他现在拿着卡的这些东西，他都是用建管的角度去看这个代志，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怎样，这个蛋的设计是远雄要负责设计跟施工这些东西。甚至到最后的启用，所以当初呢，这个就像陈教授刚刚提到，这个以建管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市府刚刚柯市长讲的这个话，看起来是基于主管机关的角色去讲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建管的法规就是，如果一般固定的建筑物，你就是建筑技术规则，按呢就审查过，对啊，可是问题是这种不规则形状的，那它就是走这个性能评估。啊，性能评估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就是内政部委托给台湾建筑中心，也是找专家学者来审查。啊，基本上，当然林周明前局长哈，一共会模拟的这些东西在台建在审查的时候，都是他审查的范围的东西。啊，那就意思来讲，啊，你这些不管你的参数的模拟这些东西，因为台湾建筑中心伊嘛是专家学者，啊，伊嘛新过去啊。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案子就变成说，已经进行到说，这个防火避难审查完成之后，啊，要走这个建筑执照、使用执照这些的变更完成之后，然后就进入另一段这个履约阶段这个东西，所以柯市长就会讲说，等到这些建管的完成之后，那简雄要进入营运阶段的时候，他会做一些的要求嘛。那因为依照我们这个契约的约定，基本上呢，就是说远雄等到这些建管的东西都办完以后，啊，要检具那个营运计划书给这个市府通过之后呢，啊，还有相关的许可通过之后，他才进入营运。所以我相信啦，市府现在要做的工作应该是说，是在准备那个进入营运阶段的时候，可能契约如果有一些要对远雄的要求，应该现在就要开始来启动。那我相信以市府现在这几年这样下来，他应该因为他也有幕僚在进行这些动作，应该是会进行另一段合约的谈判。就是你意思是讲，契约内面该要求的应该拢有要求到啦。应该是安尼啦。但即马麻烦的就是契约外面。
关于着即个防灾避难，甚至头拄啊李教授所讲的，即交通维持即种物件，有诶标准还佫真无一致啦，真无一致。即个代志，除了即个契约双方啊，比如讲台北市政府甲远雄，伊是甲方甲乙方，但是事实上，伊嘛负有即个政治责任嘛，伊是台北市政府的首长。台北市政府是执政的即个团队，伊应该爱来主张讲安全。但是咱头下讲啊，这代志真侪，还佫中央的法令伫遐咧。老师，恁还做过即个灾防中心的主任嘛？你安那看待这项代志？我是感觉安尼啦头拄李教授你讲，上界歹就是讲，当发生足歹的事，你要安怎迄落？因为足侪代志发生。是毋是咱料想会到的啦吼，像日本因做防灾嘛做足好诶，拄着沙比因就讲，迄是意料外意料之外。但是问题是，这就变成有一点仔，头拄你讲，你诶责任你要担无啦吼。啊，定着我诶责任内啊，你发生迄就我诶代志，迄嘛是一种诶做法。还有一个就是要对咱你讲诶老百姓，你要负责到啥物程度？讲到迄落就是，若莫发生拢无代志，发生全代志，大家都会追究你的责任嘛咧。实来讲係要發生啥物代志，咱唔敢講，尤其是像地震，台灣有地震嘛吼。頭拄你講，發生地震時，迄面咱即擺會當講會當偌大，因全世界無人會當講地震會偌大。頭拄你講，你若講大家攏足順勢像你。坐因安尼咧行，迄拢无问题。但是有一人發覺後壁像即邊迄個韓國代志做啥，後壁喺講殺哦，開始就發生。迄講嘅係一種 panic， 一種叫做李教授說有人挑地咧，甚至是恐怖攻擊。因為咱即馬足驚啊，就是這個問題啊。唔係講啥，伊若甲一個假消息發出去，都亂糟糟。所以迄款嘅問題佇災害管理嘅內底。愛去想到，你若安尼是，你愛有一點仔會當抽提，你若無事發生就袂，是這個問題。所以講起來，聽到袂當講啊100分，但是要安怎做好80分、90分，安尼嘅問題，可能是未來愛去面對啊。咱雖然是要來處理咗即馬所遺留嘅即個問題，但是咱來互觀眾朋友小可知一下吼，即馬問題嘅即個症結佇倒位啊？咱來看吼。這是2004年原始的規劃方案，這2015年、2015年規劃方案。本地還佫一個生態公園3800坪，結果伊只村只起一棟，這呢還佫一個5200坪，這縮小起來。伊只起一個好地路萬國式，所以呢，唔只會變做講柯 P 所講嘅，3棟變5棟啦，而且呢，即個大巨蛋，規個出口嘅方向才變過來，才變過來，而且大家所知嘅大家有知影講，咱即個大巨蛋其實咧拍棒球嘅時陣是佇地下室咧拍棒球，因為即個航高的限制啦，所以會變做安尼。即整個即個變更的過程當中，唔單是台北市政府的問題這嘛是中央伊嘛有愛有相關的機構會甲審查互伊過啊。所以唔只係遠雄講，我會遵守即法令，甚至我的必建率啦，建蔽率啦，咱的建蔽率啦，是這容積率啦，是這率覆率啦，攏比一般的法令更較好啊！你有啥物意義你有啥物要甲追究？但是你若安尼做，就是頭拄老師講的，就是變做你真破碎，無法度來做。但是這種物件，我來請教律師，當初是照契約來行，武甲安尼，若是真嘛，遠雄突然間講。無恁安尼，大家安尼，才互相為難，無我雙手我莫做。台北市政府敢有啥物法令的依據，還是講
根据着这个公共安全，伊要甲收回来，要创啥？我的意思是讲，法律上有啥物方式会当互这个代志会当圆满，互伊回头讲啊，拜托，你着做好心哦。啊，这咱梨泰院的代志就唔通发生哦，迄是万不利的，万不利哦。啊，这法律上有方式通解决。这如果依照我们这个促餐的合约哈，他只能去跟远雄再重新做一次协商，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已经盖的东西，也不可能叫他拆掉嘛。那但是可能再做一些的调整，我相信应该是有可行性啊。但是如果依照我们这个契约的考虑的话，就是只能，但是远雄也不可能撤场的，因为他也没有终止契约的权利。啊，对，因为我们这个毕竟还是我们政府的合约，民间机构是不能随便来终止合约的。所以如果观众有兴趣，可以上那个巨蛋的这个，因为市府有把相关的资料都放在这个网站上，甚至市府在这个中间，其实这个合约办过契约变更，也应该是办过两次啦。有一次是这个应该是去年柯市长上任之后，应该是109年办过一次变更，然后后来还办过一次协议，就是说远雄在某个年度之前的是不能向市府求偿一些东西。其实市府有做一些的，循着契约的机制去跟他做一些的协商。但是我要讲的是，特别提醒的就是说，根据这个契约，因为我们政府的契约就是不能随便，双方不能随便离婚啦，嘛袂使安尼啦，就是要一定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分手。那分手的话，案子就非常复杂的，因为他做的有一些东西还有专利的。你不要拿处理，你嘛无法度处理呢。所以伊内面还有一个专利。以他那个蛋有个薄壳系统，你嘛无法度伊啊。但那乃是市府跟他终止合约，说要买回来，他怎么去弄？不是讲咱即摆片面讲哦，你这派新型你袂使，你退出。无遐简单啦，就是今嘛就是讲，你要达到契约终止的条件，对双方来讲，那个门槛都很高，都不是这么的容易。所以最好还是这个促餐的合约，通常我们都会安排。就是说，双方要来尽量来协商一个大家觉得朝向公共利益的方向去走啦。所以律师你的立场就是讲款离无款和，无款和无款离啦吼。应该是。因为这若要离是，在法律上是无依靠的。无依靠嘿。无可能。无可能嘿。啊，所以这就讲来讲啊，这彼此就爱小扭一下。那是讲，但是安全敢有通小扭？老师，安全敢有通小？譬如讲，伊这个避难所，咱咧讲伊这个避难所，伊根据我所知啦，因为伊即摆刷起来了哦，吼，伊这避难的空间，伊其实毋是伫咧避难层啊、避难站啊，毋是伫地面哦，是B1哦，其实是B1哦，是较落起来，也就是讲，你若要走去到像李老师讲的讲，爱去到对面这个国父纪念馆。你爱爬楼梯呢？爱爬楼梯哦，吼啊，无就是爱爬架哦，啊，这算做避难吗？这算做避难站吗？不啦，这个问题吼，头拄你讲，就是爱可能双方拢爱提啦。就是要解决问题，可能有法度，但是解决问题要安怎解决，可能是爱大家爱谈啦吼。因为你若讲真正硬甲讲拢袂当。谈判，啊，迄都无法度。但是要安怎谈判，安全嘛袂使完全拢摕啊。所以你可能迄个安全的标准要放较绝对，啊，迄就是大家爱来谈嘛，吼。啊，谈头拄有你讲，像李教授讲上海歹的情形，也是讲伫迄个时阵嘛是要当做，但是无100分是90分安尼。啊，但是另外一部分，比如讲迄个商场啦。商场因为就是有迄个商场，所以迄个你头拄讲迄个平面介贵，啊伊迄个人的走的迄个靠路都无去啊嘛。所以若是安尼是，你1楼、2楼，因为迄个含迄个出路有关系啊。迄个所在希望讲伊会当卖做商场来做这个空间。哦，老师你有提出具体的建议啦吼。这商场1楼、2楼你卖做生意，安尼是。主要是要遐个内底的人要处理较紧，吼啊！但就安尼对远雄讲，伊有损失啦，所以伊的损失要安怎去补偿，迄就是另外一个谈判的迄落。你
要爱保障这遐济人伫遐的安全，但是伊要有退一步，伊退一步，你要安怎去？迄落。老师，我搁整理一摆，你的意思是讲，这个商场，吼，或者是这个办公大楼，吼，这应该是这张啦，吼，这个商场，商场是无是这个边，伊即马就是面下骹，这个旧的边啊，这个边啊啦，吼，这边嘛，嘿，对，这边嘛，吼。啊，因为迄就是夹掉的，所以伊这边的出口完全都无卡路嘛，吼，所以你都要留卡路互伊，这地，嘿，这地，但是我看这边伊嘛缩小的，伊本来有市民广场5200平，对，所以这是另外的问题啦。哇，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吼，观众朋友你都唔当要听清楚吼。除了这边商场，吼，这1、2楼老师有建议啦吼，这上好1、2楼你晚上你就摕一个，吼，大家有卡路通出去。这是我的看法啦，但是不一定因是安尼想啦吼。当然啦，伊当然不爱安尼想啦。啊，你讲这边嘛是讲，你头先你讲为地下出来嘛？嘿，对啊。啊，伊无直接出来，所以迄个所在袂使你遐近啊，看免啊，互伊会当较好出来。吼，这嘛是一种的解决的方式。所以规个条件爱去看，就是要安怎互迄个安全，莫去万一发生的事走无路。安尼咱要来谈判。老师，咱头仔所讲的，咱拢爱是建筑物咯。嘿。吼，啊，搁要外口的这个交通的方式，除了手段，譬如讲头仔老师讲的，咱这个用捷运的经验，但是我所在哦，下骹伊的停车场哦，下骹伊规划2000台的桥啊，吼啊50台的这个巴士，吼，啊，搁有3000架的奥多拜，对。哦，下骹的停车场若是拢入去，迄内面的空气污染，吼，当然我想讲伊应该有处理啦，但是这拢伫遮，这是要安怎出来？老师，这个唔是讲这一般的这个交通维持安全，这要来安怎处理？其实我觉得大巨蛋已经进展到这个阶段了哈。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啦，大巨蛋本身就要去做风险管理哈。第一个，它的防火避难层数改到 B1， 它整个的交通疏散的路线都要配合来做修正，包括说哪些路线可以疏散到哪里，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再往外去疏散。哦，比如说我们都希望按照我们过年跨年的活动，都主要是靠捷运嘛哈。其实台北是比较有利的条件就是有捷运，但是这边的捷运条件不好。我刚才特别去强调哈，它的国务纪念馆的它没有足够的除人的空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看它怎么样利用。如果万一啦决定要把这个站是暂时封闭，那你要透过什么样的路线来做相关的疏散？国父纪念馆站规矩也封起来。对，就像我们跨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的捷运站也，它也把它封掉，因为你把它打开之后呢，它可能会变得更混乱，太集中。你看，在非常短的时间要疏散到那个界面去，然后大家又往下去到捷运站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慌乱，尤其在混乱的情况下了哈。所以这个都要去做相关的模拟。如果把国父纪念馆捷运站暂时封闭起来，我们用什么样的路线去做疏散？这个一定要去做完整的。老师啊，我若设置，我甲你落一个状况吼，我替观众朋友落一个状况。如果若101迄阵是放烟火，我晚上这大巨蛋啊放烟火，吼啊，突然间我晚上遮啊发生代志，101也发生代志吼，歹势吼，毋是咧讲咱台北市啊遮危险。那啊，这两边的人会越来越去呢？这交通，老师你讲有这个？北来讲有这个方案，讲咱这边啊上优先来处理什么代志？我觉得要看哪边发生的情况比较危险，我们要有一个及时的应变计划的。所以这边我特别去强调哈，我们要有不同情境的模拟哦。像刚才讲的最坏的情境，如果除了大巨蛋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发生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利用各个不同的方向去做不同的地方的疏散？这一定要去做完整的规划，这就是我们讲的应变计划了哈。我这边我大概再补充说明一下，除了交通之外哈，我们最担心的还有排烟的问题了哈。如果里面发生火灾嘛哈，对排烟中央现在消防署很重视这个排烟的审查啊。那排烟的审查我也建议哈，我记得我当时当雪山隧道的旅勘委员的时候，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尤其在旅勘，
我们会用不同的情境来做测试。最坏的情境呢，你做测试，如果它可以通过，你的勘验就可以通过。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排烟啊，在如果发生的混乱情境，可能它是火灾，然后再加上一些混乱的情境，我们怎么样模拟一个很坏的情况，我们排烟也可以顺利通过，疏散的计划也可以顺利通过。那这个计划，我觉得才可以真正的勘验通过，才可以去做试营运。即马大巨蛋的情形就是排烟已经通过啊，即只将等公文落来。但是即马就是突然间，这个周民前局长啊，林宗明前局长突然间写讲，这个避难啊，这安怎啦，内面的这个跑这个电脑，这个不实在啦，是假的啦，放水啦，某一个人的意志来贯穿，都一定要有通过。那像这种情形吼，律师，咱这看到，那是应该是某一个人去提出检举，还是？讲来公布，市政府应该有这个责任，吼，伊本来就是甲方嘛，吼，有这责任提出相关的会议记录，吼，互大家来交公信，吼，讲哦，我这安怎，而且但是前局长讲了一个话，讲其实内面的审查委员无一个是电脑模拟的专家，啊，这个代志，这法令上嘛无呢，啊。这是要安处理在法律上，咱有啥物通方式去追究？你问律师这个问题，他就会跟你说，如果你认为有弊端，就去跟检调检举。干哪这方式嘛？啊，问题是，他当初这些东西是委托台湾那个建筑技术中心，他也是找专家学者去审查的。那他这一题是在问台湾建筑中心的专家学者吗？还是说，当然市府在每一个环节的这个审查当中，因为他这个案子也经过环评，也经过一大堆的审查嘛，所以我们应该让我夸公，每个政见候选人说要找专家学者来审查，这不是一大堆都是专家学者在审查过的，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就法律上来讲，你当初这个建管是要保持这个不规则形状的这种权利，那当然就是还是找专家学者来审查。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有经过专家学者审查通过了，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其实我说真的，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件事情。那只能说每个专家学者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意见嘛。就讲你讲法官，这个法官判你赢，啊，这个法官判你输，啊，你讲哪一个是公正的？你嘛唔知呀，对不对？啊，就现在就会变成说，他可能，我只能说，他可能是没有找陈教授，没有找李教授去审查，所以就会变成大家会变成这样质疑了嘛。但是这个结果还是说，他至少他是循着我们国家的法治作业去做的，所以可能我说真的啦，不论将来是谁做下一任的市长，他只能遵照体制，照怎么去做，就后面继续去进行。我的看法会觉得说，还是会履约啦。这个教授也有讲啊，讲咱协商啊，对。啊，这个协商的机制要安来启动呢？是讲啊，无大家来做公亲，无陈教授来做公亲哦，恁坐落来好好讲，为着咱大众的安全，可以这样做吗？会当安尼做吗？对我们契约的约定就是说，如果他是以契约的角度去跟他谈的话，那契约的机制就是先双方协商。双方协商不成，他会送协调委员会去决定。那这个协调委员会也是找专家学者，也是找一大堆的专家学者来决定，说你这个方案好不好？那如果这个专家学者还是不能决定，后面我们的机制还有诉讼跟仲裁可以来做。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以契约的角度就是这样子，法定程序就是这样做啊。那这个一定最后还是会得到双方要有一些互相的退让啊。然后再让这个设施再继续去进行。是，但是今晚袂负气啊呢，很不很，伊本来年底年底要开幕，讲明年初就要开幕啊吼。应该无可能。应该是无可能。无可能，应该是无可能啊。但是尤其发生这代志，大家都真注目嘛吼。伊希望因会当提出，应该是讲大家拢提出专业，大家好来看，咱来看吼，这个过去的这个。好，大巨蛋咱这个俯瞰图咱看到安尼真水啦但是当初时啊，伊开始的时候，咱讲互观众朋友听伊的建筑面积面积47000
啊47189啦，47189变做55909，吼，建筑面积，吼，伊讲，但是伊讲伊拢下破，吼啊，建蔽率啦，吼，建蔽率46%变做54%，伊嘛讲，这我优于一般法令，吼，抗地面积缩小，吼，变做38000,044平方公尺，啊，就是头拄老师讲。伊就边仔个商场，啊，就连做伙，啊，希望讲啊，1楼2楼伊会当扭出来，吼，啊，而且呢，这个上麻烦的，就是地下停车场啦，变做一大片，啊，毋则去用改，咱来看吼，我讲互大家来听，哦，你来看，这消防性能的提升啦，哦，这李老师嘛真内行，你看到这吼，消防性能的提升。讲每3000平方公尺设一个防火区，吼，就是头拄陈老师讲的，每一个防火区至少有一个安全梯，维持2方面的避难，吼，啊，步行的疏散的距离，袂当，吼，爱超60公尺，啊，至70公尺以下，吼，这是即嘛，啊，安全梯，啊，头前有净色，吼，啊，梯厅。而且是白颜色哦，这个啊，所以呢，本来是一大片，哎啊，加了真济，哦，加了真济，哦，即马变做8个逃生梯，哦，啊，停车场6个，啊，影城2个，啊，变做，但是事实上还是连做一片哦，事实上还是连做一片哦，哦，啊，这是台湾建筑中心就是台下律师讲的吼，诶，有通过啊，106年就通过啊。哦，106年的通过，这看起来消防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安排，哦，即款目前，但是我所惊的就是，这个遮侪车辆着，遮侪物件，这对着周边的交通的这交通的这个冲击，其实是真大啦，哦，其实是真大，但就唔知影讲后手，尤其以后还佫有演唱会，我有去问过相关参加过以早的这个心早的老师，甲我讲。那演唱会，伊就要求5点进前车就袂当入来。吼，演唱会7点半，啊，观众朋友大家判断，你若暗时7点半要听这个阿妹，你会5点进前就去到会场吗？啊，车又停好，啊，无车就袂使互你入来。吼，这陈老师你讲啊，这种用这个技术性的物件来限制，还是讲？就譬如讲，咱不如紧甲也未开始使用进前，紧甲这建筑物会当改，紧来改好。这是2个战术的问题啦。听到头拄你教授你讲，你要有一个整体管理的为迄个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计划。所以伊安尼讲法就是讲，亲像迄个过年的迄个暗，你无3点以前无入来，你都免入来啊，因为都满完啊。所以。这款呢，是毋是伫遮嘛要安尼做？啊，那安尼是你买营运的人，你有法度接受啊无？哦，哦，伊内底有工作者啊，啊，人足济时，我有训练我员工会去甲因诱导。啊，问题是你员工真正。老师，你讲2字要诱导。伊要安怎去甲伊带位啊？带位啦。啊，那有5万人，你有法度去甲伊迄落？诱导5万人，敢有可能？还是迄是伊写的迄落嘛，所以若无的是你，就是爱你的硬体爱去做这款的代志。硬体你若无够，你就是用软体去帮助。你若你软体无法度做，你都硬体爱去改。所以头拄我甲你讲，就讲你有一寡问题，你无改袂使。你讲啊，我都会使你安尼用我的人去做就好，你敢有可能？啊，你市政府要承认因的这个计划是有效的。你若承认，就是你市长爱负责啊。所以，安怎伫硬体顶悬爱做甲上界无，你嘛爱80分，啊，剩来用。但是听起来，郭文哲伊真有信心哦。伊过来都要落台啊！老师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市长告去啊！哦，咱郭市长是真负责的哦，哦，郭市长是真负责哦。虽然伊要落台啊，但是伊后手伊嘛爱负责政治责任啦，哦。哦，这大家以后拢会记着讲，哦，这当初是，吼，虽然讲，咱这讲到这个大鸡蛋吼，咱看这个大鸡蛋，对当时开始呢，哦，这看起来是算甲盘古开天开始哦，咱来看，
咱这看吼，头前咱莫讲啦，其实是2011年就开始啊啦，吼，开始啦，吼，2015年吼，2015年4月，吼，体检报告，吼，这就是老师去拜，吼，对不对？7个啊，15、5月就开始，就是叫伊停工，迄阵时科批拄啊选，拄啊选掉，吼，啊，过来219，吼。有条件来修正，通过就多心难，就这就开始，其实早就会当来完工的，延档来即嘛。但就头早老师讲的，就是讲软体甲硬体，硬体看到就是一定爱改的物件，应该个即马就爱开始来改啊嘛。我想他拄啊，迄个林局长伊咧讲是，这个头前吼。就是头拄仔你迄个还未通过以前的条件啦吼。你若照安尼落去通过，可能硬体都无即马今日这代志啦。啊，迄个心渣，你头拄仔你讲的心渣，到底是安怎心渣，我毋知影，因为我无现场参加，毋知。迄个心渣定就是头拄仔定你即马你讲你迄个参数到底是用什么款的参数？可能迄个。争议伫内底，伊这写甲真清楚吼，原字一字我读给大家听。Response time， 中文翻译是讲反应时间。当灾难发生时，你坐在你的座位，需要多偌久的时间才会当警觉到有无共款的状况。啊，阮用会饲一辆顾问讲 ，Exodus 吼，这个软体将这个时间设定为30秒，袂当调动。我直接讲，这是严重的讲白菜的行为，我已经查过了，当然会当上标。所以我讲，这个时间点是伫对，你头拄迄张，头拄迄张，你迄个2000，2019嘛吼，2019迄个几月，伊迄个审查通过是毋是照10月14号，照伊这个来你审查，就是这。因为照伊头拄仔讲，伊应该袂应该安尼讲啦。所以这个你啊通过大巨蛋的多心案，的标准是啥？安尼？就是这，就是这阵时，伊就是描写这阵时。所以迄个后壁有足长的时间伫遐哩落。所以内容甲时间爱连做伙去看。这就是伊讲的，就是在这个时阵。如此的情形之下，来通过了这个案件，所以伊有意见就对了，伊对这个有意见，伊就讲这是假，是假，伊什么是讲迄个，所以后壁遐都是拢伫伊的看法内底，感觉迄拢有问题，因为你头前的条件都无下到迄个基本的。我相信观众朋友听到这已经开始不傻傻，但是咱主要是要强调讲安全。安全才来使用，在安全的考量之下，要安怎大家互相会当来使这个安全，达到这个咱目的。无采你起的，有商场，有啥物？虽然讲，这个鸡蛋是安怎会起来遮，已经是不可靠啊啦，已经无法度来讲啊，就起啊，但是要好好来解决，这来请教的律师，这刷落来。法律的问题，敢还阁有，尤其还阁有判刑哦。伊这还阁有官商勾结，进前的官商勾结，是毋是会当根据着这？因为你这案件头前有官商勾结，所以我会当来要求你讲，你必须要安怎。这个契约会当来做变更，会当来创案。也不行啊，因为我们那个判刑是针对个人、公务员这些。有一些问题，也不太能要求这些东西啊。我们还是要回头来讲说，我们这个契约的本身的机制，其实促参案本来的原因是说，你要找民间来新建营运这个东西，是因为民间有效率、有弹性，然后所以你要借助他的能力。因为说真的，我们政府自己来做的案子。会比较有一些限制，自己设计规划案比较有一些限制。那但是你找民间来，他有一些特别的想法，那他知道这怎么去，就像为什么蛋这个事情要找民间，因为所有的世界上大部分的案子蛋都没有办法独立，因为蛋而自给自足啦。有些公他都要有商场，要有一些获利的设施来依助到蛋的营运。
维护一个蛋，但没有只靠门票是没办法活下去的。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你希望找一个有能力的民间厂商来营运你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政府在一定的这个法定程序招标完成之后，然后找到这个，而且你想说李前局长哈，李前财政局长对不对？他那个时间点的台北市跟金马差就这嘛。那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被判刑，虽然他被判刑，可是这个契约其实是经过我们层层公务员协商后的结果，而且还有个重点就是说，这毕竟还是政府签的合约，某种角度来看还是会比较保护政府的，所以我只能说，在另一段他要去启动权利金机制，做另外一个比较好的谈判。